Last set, the left fielder number 33, Jesse Winker. We are so grateful. Sign that. Yeah, you're so grateful. Slide that under here. I'll sign it during the game. Last set, the left fielder number 33, Jesse Winker. Smile. Okay, Abigail. We'll get back in a minute. Can you give me the biggest smile? We'll get the biggest smile.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Have fun today, okay? Thank you.适应上的问题吧，我觉得已经来到第3年了，前2年那种经验经历，然后对我自己的收获是非常多的。那第3年了，那就是当做从零开始吧，就从新开始，那忘掉之前的好，那就重新受不一样的资讯，那就从练习当中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因为球季很长嘛，这大家都知道。那大家军就是把自己充实的更完整，那就有上来一军的时候，就是好好把握住机会嘛。那也很谢谢教练他们没有放弃我，那一直给我这个机会嘛。因为是最后1年了嘛，就当做每年也不是说今年是最后1年才这样做，就是当做每年都是最后1年在打，那就放手一搏，潇洒一点就好了嘛。其实我都自己吸收比较多吧，但对啊，就因为一少说你也不想讲太多话嘛，他就是想自己一个人静下来思考一下，或是看一些别的影片啊，让自己忘记这个不好的感觉嘛。因为我又看不到他一直看到我，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乐趣吧。这么讲就好，把这些当成是正面的，因为有人你好，有人会骂你，也有人会鼓励你，在他们的生活中，我能占着一小部分，在他们的生活中是非常开心的。每次想笑的时候，他都没有笑啊，他都很专注在那个追战过程。那同天开轰那天有稍微互相一下说，干嘛学我？没有嘞，连续3次都没有这样互相过。现在手机也是有一直在联络嘛。那都是互相鼓励打气而已啊，打3本优胜那个，对啊，因为毕竟是今年的第1支全垒打，那信心也会带给自己很大的帮助。那是大点主动比的，我才比。就觉得很住在这个团队里嘛，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气氛，在休息室，即使都是落后或是输球，大家的气氛也不会说因为输球或是落后而低迷嘛，大家还是会替自己的队友在打气嘛。那球迷大家好，现在是台湾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候，那我在日本也是时时刻刻非常关注台湾的一些消息。那我会在场上打出让你们感动的一个球赛，那希望你们继续为在日本打球的台湾选手加油。